请问旧地名社寮岛，即马是华语的什么所在 ？A. 和平岛 ，B. 社子岛 ，C. 龟山岛。 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社寮岛，社寮和平。哦，这有可能恁会知影哦。国会助理若是有啥物法案要通过，啊是啥物名称要改变？和平岛，和平岛伫咧家人嘛？社寮是安怎？社子岛，树林嘛，社子岛唔是社迄个。龟山岛人那个孤山岛，可能嘛是之类。伊即马讲的是旧地名，固定名。和平这两个字应该是改过啊，应该是改过。对，和平这两个字应该是较现代语啦。社寮，咱若想讲，迄个岛顶悬和平岛遐够足侪一间厝的。啊，古早的拄着风台就伫遐船开去遐，啊伫遐密风台，可能有这个。 可能无好听，就改做和平岛。社寮岛。啊，社子岛。和平岛敢若毋是一个岛。叫社。无和平岛。社就是社，社子岛。对。和平岛。确定啊？哦。确定哦。和平岛。哦。确定啊？啊，社子岛不考虑啊？不考虑。社无要考虑哦。社。因为这一定是要。简单啊。嘿，要搞阮为遐看，我无即简单迄有看到你看哩。制作人就是要看社主，我都无爱听伊。哦。你有答吗？答案就是。等下，恁面有菜色。因为我看老师的面怪怪。我咧看老师哦。因为咱讲咧上简单的时阵，老师咧笑，对不？我咧讲了。啊，就是和平岛。和平岛。我刚刚老师定头。我来讲啊，我感觉是孤山岛啦。 哦，嘛袂老师明白啦。我感觉是社主岛啦。好，来，40秒要到。到啊，来，好，来，有答无？来，你的答案是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和平岛。对，唔对？恭喜哦，你得6000咯。 你这6000爱分3000给老师啦。嘿啦，一定来啦。和平岛老师那是孤山岛，是社子岛，真明显的啊。好，来，听老师来解释，来，老师，来，迄个这个和平岛吼是离咱台湾上近的岛屿，啊，拄则大家已经讲着对，家人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原来这大家你们知影是带伊个原住民是倒一族的，你们知？唔知。就是迄个加达格兰内底巴仔。 巴仔原住民的一族啦哈，迄个叫巴仔，啊因甲这个所在叫啥？都门。啊汉人后来才开垦了吼，因甲改做啥呢？甲叫做大家人树。大家人树，啊是啥？大家人山。 哎对，啊，毋过咱还有另外一个所在啊，就是基隆屿，咱叫啥？小家人树。哦。小家人树啊，啊，今日哪？蓝调。哎对，咱要分袂清楚嘛吼，所以到迄啥，1870年代的时阵吼，伊他甲改做啥？改名改做社寮岛。啊，啥物时阵改做和平岛的？这就含咱的228和平纪念日有关系啊吼。来，含咱的228事件哦，228事件了后，他甲改做和平岛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